续来到云林，有乡亲到连锁的咖啡店开400外块买一粒鸡卵糕，要甲阿嬷来做生日。想袂到一刀切落去，现场所有的人拢惊讲变面，因为这个鸡卵糕的底盘连滚仔机的头毛，切落来的鸡卵糕嘛牵起来滚仔机的头毛丝。本地大家欢喜叮当要食鸡卵糕，这声无人敢食咯。 甲鸡卵糕切落去，发现鸡卵糕底啊有真侪支乌色的头毛，伫咧鸡卵糕边啊冒染真侪支头毛，有够太过。当时阿嬷抱孙边啊冒一顶囡仔，大家尿尿上准备食鸡卵糕，结果看到内底有头毛，互大家拢看甲无胃口。第一片就只有第一块而已，拉起来就发现一坨的头发，然后还有不明的，我们猜测应该是灰尘。 的东西就是黑黑的这样，我们看到我们当下我们也不敢吃啊。这个黄色圆圆的鸡卵糕，伫咧云林西里这间连锁咖啡店买，迄天是要庆祝阿嬷生日，开419块买这个鸡卵糕，大家生日快乐歌唱完，切鸡卵糕，所想到鸡卵糕内底有真侪鸡头毛，互大家拢看到唔敢食。那天晚上因为店家已经打烊了，隔天的时候可能他们有看到我个人脸书的发文，或是从哪个管道知道有这件事情，他们就有直接过去家里说要把这颗蛋糕收走，送回去总公司做厘清。鸡卵糕内底有头毛，卫生出问题，店家赶紧派员工把鸡卵糕回收回来，要知影是倒位出问题。判定异物为蛋糕底部的东西，因为蛋糕到门市装饰必须要换底盘，是否在加盟店装饰的过程当中，员工不小心或者是人为因素，目前正启动调查。连锁咖啡店的总公司调查认为，可能是咧抹可啉梅时阵去染着头毛含营养，不管怎染着的会掉，敢是去厘清，嘛对消费者感觉真歹势，愿意回息的补偿。啊，若鸡卵糕内底有头毛，云林卫生局会去店内底调查，环境卫生含做工课流程，若是有做无好的所在，会要求因限期改善，若无地间开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